台湾人伫土耳其甲叙利亚边界所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台湾中心，本地是专门咧收容着叙利亚的难民，即摆是将做真济灾民的避难所。但是物资有限，台湾中心的执行长昨暝专工为土耳其返来到台湾，希望会当找找更较侪资源来帮助当地灾民。咱的卫福部即日开始开放救灾的专户，乡亲大家若要做爱心，只要到4大超商，就会当来捐钱寄付。到昨下晡的5点为止，已经收到捐款超过8353万。另外，4大力量台中党部嘛加入到捐助的行列，有不少民众捐赠物资。这些都是吗？车后斗钱真侪箱啊，工作人员赶紧来倒搬。这很重啊。好。甲天道搬落来，行尾来看，一箱搁一箱跳干那山，地面搁放几啊袋捆地，拍开箱啊，有尾啊、落啊，含几啊领衫，这全部拢是要捐予土耳其赈灾用的。你花了多少钱去买这些东西？5、6千块，还好啦。4大力量台中党部嘛拢来斗3工，为即马开始到2月14，逐工下早10点到下晡6点接受物资品，爱心需要大家做斗出力。卫生部开放土耳其专户，为即马开始到3月7日接受捐款，透过台湾银行、ATM、网络银行或者是台湾行动支付，含金融机构临柜汇钱、邮政拨款。伫咧国外民众买当用天风银行专属的口座来汇钱，统计到昨下晡5点，大概已经捐超过8353万。而现在只要踏进超商之后，操作 iPhone 同样也可以为土耳其进行线上捐款。来到期待点选卫生部专案，简单几个天数，免手续费，就当来到柜台寄付。卫生部特别和全家、7-11、莱尔富和 OK Mart 4大超商合作，做来关注土耳其。就台湾也有地震啊，那就是大家都有就是有一些同理心，然后帮助一些就是需要紧急救助的人。就说如果台湾中心要继续下去，我们怎么做？等于说现在台湾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就跟孤岛一样，因为没有水没有电。民间组织台湾利益汉乐世界公民中心，请我未来真济灾民票难，不过物资有限，和台湾中心执行长求政府赶紧等来台湾找人斗3工，灾后中间需要真济资源。土耳其受到强震灾难，全国真济国家拢伫咧甲斗援助，希望灾后会当赶紧和当地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